今天师父讲这一章给各位大家解解法缘。我们各地的莲友们，我们的常住法师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这一章呢比较简单了，第一句话叫忧则天地皆载啊，每天呢忧愁担心受怕的烦恼不断啊，提心吊胆啊，心里非常的惶恐，非常慌乱啊，这种情况每天都忧愁担心受怕，就觉得天地好像很窄，天地本来一望无际的，很广阔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你每天都是烦恼啊，压力啊很大，这种情况下你会感觉的天跟地很窄小。你看，所以我们呢一切唯心造，外面的环境是随你的心在转的，心如果一开阔，看什么都顺眼，叫做佛心；看什么都不顺眼，你是魔的心了。所以佛一再告诉你，为什么要明心见性，就是你要知道外在的环境随着你的心在运转的。如果你的心念是善念的，你是慈悲的，是善良的，它会回过头来到你身上。你的心是恶毒的，是凶残的，不讲理的，那你回来的也是如此。所以你看，他告诉你这一点。我们如果怨则到处为仇，到处埋怨，怨就讨厌嘛，我不喜欢嘛，我不喜欢你，我不喜欢这件事情，不喜欢这个地点，我不喜欢这个菜。你看，你们每天呢在吃饭，嫌这个不好，嫌那个不好。一个有修行的人，虽然他吃荤的，但是他到我们道场来看，这个也顺眼，这个也接受，那个也满意。各位，他是吃素的，心没有分别。你每一天你虽然吃素，但是你嫌这个菜不好，味道不好，你看了你心里面很厌恶，你分别心很重，你是吃荤的。各位一定要注意，你到处埋怨，那么你就到处为仇了，到处都树敌了。仁者无敌，一个慈悲心的人心中没有敌人了。这就像佛心，佛的心能够包容，能够容纳接纳一切好的坏的对的错的，你喜欢的你厌恶的，他都能包容他。这个叫做仁者无敌。一个真正有慈悲心的人，他心中没有敌人。哀则自己束缚，每天悲悲哀哀的，不乐观不开朗，那么你寸步难行。如果你每天愁眉苦脸的，你想想看，谁愿意跟一个每天带着苦相的，好像苦瓜脸一样，每天要喜欢跟你这种人在一起吗？不可能的呀！你自己想想看啊，你用这种臭脸来送给别人呢，别人怎么能接受呢？你给别人的东西实际上是给你自己啊。如果你带着笑容来对待别人，别人也会对你微笑啊。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啊，你们一定要把它树立起来。怒则冤家当头，生气的时候你会跟人家处得格格不入啊，相处不愉快。别人啊，如果说他的度量也是稍微窄一点，他一定怀恨在心的，有一天他一定向你报仇的。各位你知道吗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你生气嘛，你生气的时候无厘头的嘛，会失去理智，讲话口不择言的，那我们就会胡言乱语了，得罪了很多人。你自己觉得很爽快，但是别人呢，把那个话就放在内心当中，永远记住你的，知道吗？有一个机会，有一个因缘，他一定反弹过来，那时候你障碍重重，人家就当头。所以我们不要去树敌，修行的人要广结善缘，人人都是好人，看别人全部都是优点，只有我自己是错误的，是缺点很多的。你们一定要看自己的毛病，不要去看别人的缺点。这样子的话，这修行你才会日日进步。要特别小心这一点，利用很简短的时间给大家介绍做人的道理。如果你要当一个人人尊敬的人，人人喜爱你的人，那么你本身要把这几个原则抓住，大方向要抓住，那你到处都左右逢源，非常欢喜。过去苏东坡还有一个秦孝子，都是当代非常有名气的文学家。而苏东坡说，那个狮子啊，是他身上很臭才长出来的。他们两个经常要辩论啊，谁都不服谁。结果秦孝子说，不是，他是从那个棉被的棉絮长出来的。苏东坡就不承认，两个人就辩论，后来争持不下，结果就去
找佛印禅师啊。他们想说，我无论如何一定要赢，因为如果输了，他要用一桌招待对方呢。我不服输，苏东坡就去跟佛印禅师巴结，禅师啊，明天啊，这样。禅师说，好，那个秦孝子也很厉害，他也私底下去跟佛印禅师沟通，然后也讲这样，说明天你一定要这样讲。佛印禅师说，好，你看他不得罪，结果。到第二天，两个要请佛印禅师做公道人呢。佛印禅师怎么回答？你知道吗？他说：“你们不知道啊，我真正的发现到，原来那个狮子的头是从我们身上的泥土长出来的，狮子的脚是那个棉絮长出来的。看，两个都不得罪，最后非常圆满了。两个笑一笑就离开了，也都不要再办桌去招待别人，最后非常圆满。你看，讲话是这么得体的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，我们讲话不要有刺激性，不要有攻击性，不要有诽谤性的，我们不要这样做。这样子的话呢，你到哪里都受到大家的欢迎。好，今天将这一章简单给各位大家报告。阿弥陀佛。